今日咧係會問西敏信條18課確據呢一課咧，問大家3個問題啊。點解嘅？係啊，我琴日咧就上載咗英語啦、粵語同埋華語呢一課嘅呢本書嘅內容啦。咁大家即係睇下識唔識答？咁我都未睇喎，咁快啲去睇啦。如果我睇咗喎，睇咗唔識答又再睇翻。不過其實我都鼓勵大家睇翻呢本書嗰個原本嘅內容嘅。咁好啦，嗰個我就列咗其中3個主要題目啦。第一，點解失救者咧竟然堅信自己係得救咧？咁奇怪嘅。好啦，第二咧，點解得救者咧又卻係冇得救確據嘅咧？咁慘嘅。第三，點解使徒約翰咧要寫信俾嗰個信徒，要叫佢哋知道自己有永生嘅咧？咁好啦，我哋讀呢個主題金句啊。我即係使徒約翰啦，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。約翰一書5章13節。咁使徒約翰唔單止即係希望佢哋知道自己有永生啦，同埋講到佢哋大家喺主裏面嗰個已經喺主裏面就係已經喺主裏面。講呢啲俾佢哋聽咧，係希望佢哋有個喜樂嘅滿足啊。再跟住咧，佢亦都講到真信徒嗰個好多嘅記號啊。咁當然係離唔開佢嘅主題愛啊、光啊、其他嘢啦。咁今日大家可以再睇翻呢個約翰一書嘅，願榮耀頌讚歸於三一真神。